你係咪肚餓、嬲、寂寞、攰？歡迎收聽我在 HALT。今集內容會比較長少少，但我真心希望你可以耐心聽到最後，因為今日我想講嘅唔只係我自己嘅經歷，而係一件我覺得每一個關心身心健康嘅人都應該知道嘅事，就係心理治療教育 Psychotherapy Education 嘅普及，對我哋整個社會真係好重要。我一直都對身心靈好有興趣，冥想、靜觀、能量療愈、聲音療愈，我都試過。對我嚟講，靈性唔係抽象嘅字眼，而係一種幫我連結內在、揾到生活意義嘅方式。我曾經都相信，只要揾到某一種神奇又啱我靈魂頻率嘅方法，就可以一次過解決晒我嘅心理困擾。但現實係，無論我試過幾多方法，真正幫我打開內心困局，一步一步重整自己情緒同信念嘅，係兩樣嘢。一位有資格、有訓練、有監管嘅 BC 最策臨床輔導員，同埋我老實咁見醫生聽意見，穩定咁食抗抑鬱藥物 Ashri。 呢段經歷令我對靈性療愈呢4隻字更加謹慎。心靈療愈與合法界線之間，我最近喺溫哥華發現咗一間機構喺自己網站上公開宣傳一啲叫5 mil DMT Deep Dive Sessions 嘅體驗，聲稱可以幫你清理能量、整合創傷與靈性重新連結，仲標榜係神聖又深潛嘅個人轉化旅程。但我睇完真係好擔心，甚至可以講係震驚。5 mil DMT 係加拿大 Schedule I 的管制藥物，屬於致幻劑。根據受管制藥物與物質法 CDSA 要合法製造、持有或使用呢類藥物，必須獲得加拿大衛生部嘅明確批准或豁免。而呢間機構無提供任何證據顯示佢哋擁有合法許可，佢哋所做嘅好大機會已經觸犯法律。有心但無監管等於有危險。佢哋網站上用嘅字眼好特別，你唔會見到 therapy 或 treatment 呢啲字，反而用咗 ceremony 儀式、體驗、dive 深潛呢啲。呢種講法好容易令人以為佢哋提供嘅只係一種身心靈活動或者宗教儀式，但實際上參加者會攝取一種會改變意識狀態嘅致幻劑，進入意識狀態改變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呢種狀態本身已經非常高風險，尤其係如果參加者本身有精神病史、正服用 Ashri 類抗抑鬱藥物、有創傷未整合經驗，而嗰間機構並冇清楚列出佢哋有乜嘢精神健康篩查制度，亦冇任何註冊心理專業人員名單或介入記錄。如果參加者出現精神崩潰、急性恐慌、創傷再觸發，究竟邊個負責？風險邊個評估？責任由邊個承擔？收費高昂但內容模糊。佢哋喺網站上列明提供個人與伴侶深潛體驗、Integration Circles 歌唱靈性儀式等等，每次體驗索價由數百至數千加元不等，但佢哋冇公開所用物質嘅來源、純度、劑量或監管標準。根據我對迷幻藥嘅了解，如果冇清晰嘅品質控制制度，呢啲物質有機會混入強效啊片類、其他神經調節劑，甚至成癮性藥物。有啲機構可能會偷偷加入其他成分，加強儀式感，增加參加者嘅神聖體驗，實際上卻係建立依賴、誘導重複消費。無證心理服務風險更大。該機構嘅主事人冇登記於任何心理專業監管機構，例如 BC 註冊臨床輔導員 RCC 或心理學會 BCP， 但佢哋提供嘅服務包括創傷處理、情緒支援、整合諮詢，性質上已經非常接近心理治療，只不過無監管、無訓練、無責任制度，喺參加者極度脆弱、毫無防備嘅心理狀態之下接觸強效致幻劑，風險係實實在在存在嘅，唔係每個人都會覺醒，有啲人會崩潰、創傷重演，甚至自我傷害。儀式感 vs 控制感。佢哋嘅網站設計充滿神秘感，例如 Integration Circle 只喺滿月舉行，強調安全空間，屬於你嘅靈性部落，使用聖歌、祝禱、聲音儀式營造神聖連結。呢啲表面睇係藝術，係心靈連結，但實際上對情感脆弱、孤獨、處於人生低谷嘅人群，可能成為一種高度依附、容易受操控嘅結構。創傷後嘅人好容易會將呢啲引導者視為導師、靈性父母，甚至唯一明白佢嘅人，於是失去批判判斷，甚至拱手交出權力。我哋可以做啲乜？作為事有作者、心理學愛好者，我希望：一、加拿大衛生部清晰表態，禁止非法迷幻體驗服務，釐清界線；二、媒體、社區提高警覺，拒絕浪漫化未經監管的靈性圈子；三、建立心理篩查制度與專業資格公開機制；四、涉及非法藥物使用行為，應由有關部門調查與執法；五、社區教育推廣，靈性唔等於冇邊界，療愈唔可以無責任。
結語，我仍然相信靈性，但我唔接受濫用。我想講清楚，我係相信靈性，相信儀式、集體意識、能量流動，但我更加相信真正尊重靈性與療癒力量的人，唔會用模糊語言逃避責任，唔會喺冇資格、冇訓練、冇監管之下操作一個人最脆弱嘅心理狀態。我希望溫哥華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安全、自由、有邊界、能夠療癒嘅城市，而唔係一個用神聖包裝濫權與妄術嘅地方。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下集見，如果仲有下集嘅話，